感謝主，喺2013年咧帶領咧我加入我哋教會嘅三福嘅運動嚇。喺三福老師咧同埋隊長咧，佢哋嗰個指導咧同埋栽培之下咧，我就成為一位隊長。咁後來咧就成為一位老師，係啦。咁回顧咧受訓期間咧，其實好感謝咧老師們咧同埋隊長們咧，佢哋嘅生命見證啊嚇，以及咧佢哋侍奉嗰種嘅態度，係好深深影響緊我嘅嚇。佢哋至死忠心啊，大家好熟噶啦嚇，隨時候命，虛心受教。因為佢哋嘅榜樣啊，成為咧我日後咧去帶隊啊，點樣去帶領嗰啲學員啊，係好重要嘅。咁其中一位老師咧，其實喺當中嘅，不過佢唔好開名喎。感謝主嚇，俾我咧有機會咧透過三福唔單止咧帶領人咧決志，同時咧都能夠咧陪伴佢哋去成長嚇。咁點樣陪伴咧？其實都好感謝，真係因為我嘅老師們、隊長們佢哋喺我身上所做嘅，我只不過係即係學住點樣喺學員嘅身上咧做翻出嚟嘅啫，係啦。咁咧當中咧即係就要三福決志嘅咧，當中咧有兩位咧唔單止咧成為三福嘅隊長嚇，佢今日咧佢哋都係三福嘅老師，係啦。咁我哋都嚟到當中喎嚇，就係梁美芳姊妹同埋范助正弟兄。咁咧古詩咧有云喎，即係古詩咁講喎，後門一入深似海。咁我咧想借用咧呢一句嘅古詩咁啊改少少，三福一入心見神，真嘅係啦。喺三福嘅時光入邊咧，我好深咧去經歷到咧神嘅同在啊，神嘅幫助，同時咧睇見咧神嘅大能同埋奇妙嘅作為。有一樣更重要嘅就係看見靈魂嘅需要。人係需要神，係真嘅，需要主耶穌基督嘅救贖。喺助正身上咧睇到咧神嘅大能同埋奇妙嘅作為。因為喺佢未信之前咧，即係未有永生之前咧我哋感覺係一位好虔誠嘅佛教徒。今日佢成為三福嘅老師，呢個就係上帝嘅大能。佢曾經咧分享，佢話深深咧感受到得人如夫嘅重要。外面咧千千萬萬失喪嘅靈魂，需要萬民族主嘅門徒。美芳咧亦都曾經分享喺三福嘅訓練當中咧，佢不停咧被建立，包括同人嘅溝通、信心、勇氣，教導咧學員點樣去傳福音嘅技巧，同埋陪伴佢哋去學習，帶領佢哋完成佢哋嘅學習。呢個都係神嘅工作。願將榮耀頌讚歸俾天上嘅父。